雞雞，有少少黑色，少少紅色，多白色，同埋呢隻深黃色。而家會攞呢隻深黃色小部分，然後又攞少少白色，咁然後溝埋一齊。然後再將呢個溝完顏色嘅呢個搓成圓波，整個雞身體。完成咁樣之後，擺低佢，再攞呢個冇溝到嘅黃色搓完圈，再壓扁佢。之後將佢擺上嚟，然後攞埋其餘嘅黃色佢，影佢個嘴，嘴要將佢搓成水滴形。跟住擺落嚟呢度，得啦。仲有啲紅色整喺個雞冠，同埋佢下巴嗰條，用咗好少紅色，整咗好少嘅水滴形先，即係佢下巴。有咩？之後咧，即係佢下巴度。再攞埋其他嗰啲，整佢大嗰條雞冠。都係搓水滴形，黐喺佢頭頂上邊。再攞埋頭先搣走咗嘅紅色，整佢細嗰條。OK， 而家你整佢隻眼。要攞一，跟住攞好少嘅黑色嚟做佢隻眼，你搣咗好少先。咁大就得㗎啦。咁樣，然後再整佢眼白，好少。
如果雙性眼突出嚟點睇啊？你有多啲積分咯，爸爸冇啦。然後最多買咗白色，仲有眼白。好笑嘅啫。跟住佢再喺呢度攞多少少。我而家就整完啦。